做做啥物件，互阿姊。因为要阿妈欢喜啊。毋过你无对阿妈遐尼好啊，哪突然间对阿妈遐尼好？因为吼，阿嬷是阿爸的阿母啊，虽然当然对伊好啊。对啦，宝珠啊，以后吼，阿爸甲阿母拢会留，留完了，你爱甲阮两个友好哦，知无？你有5000块无？安怎讲？你有5000块，我才要友好你啊！宝珠啊，你会知影5000块的代志？我听你甲阿爸讲5000块的代志，我都知影。你搁知影啥？我知影，你是为着阿妈的5000块，才会对阿妈遐尼好。宝珠啊，你千万莫讲出，知无？尤其是阿嬷，袂咧互伊知，有听无？哈？有听无啦？我知啦。哦，我赢！我嘛要耍。我做歹个耍的，你大概输第一滴卡。那呢？你甲我阿母要互你的鉛笔，听我。阿嬷讲哦，迄是甲我拣的啦，是阮阿母出的钱啦。上个月要出。好食饭啊！阿杰来阁无看迄人啦。你阿母上下加薪啦，加伊甲对阿嬷遐好，你嘛是为着要阿嬷的钱。你阿爸甲你阿母嘛是共款啦，你叫啥毋知啊？啥物为着我的钱？你阿母加薪啦，你阿母上加薪啦，你阿母才是嘞，你阿母嘛是啦，你阿母啦，你阿母，你阿母加薪啦，你阿母嘛加薪，你阿母加薪啦，你阿母上加薪啦。你先创啥？阿母，你骂你。搞死囡仔，你搞骂我！这是安怎哈？你是咧创啥？桂花，你哪永远袂讨阮囝哈？你宝贝仔囝欠教是，敢骂我？阿母，宝水嘛有骂你啦。恁囝嘛小教一个啦。咱卖菜，等下食饭。听阿嬷讲，出来摕你食。人呢？我看早晚哦，阿母互你气走。免怨妒啦！我甲你讲，阿母迄5000块，你是摕无啦？摕无哟，是你。阿母，咱叫找阿嬷啦。哪安尼哦？你是啥物5000块？研究该研究啊，应该是我身躯边有钱，而且向对我遮尔好，研究啊，搁甲村长啊，伊个嫁做媒婆摕去换白米，煮饭也互我食，规样我带去世界，要这些物件互我。若是阮知我身躯就是无钱。啊！无甲我剥皮，是甲我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呢？阿巧啊！你哪可能一个穿相卡啦？是安怎啦？好表啊！我惨啊啦！我惨啊啦！到底是我生啥代志啦？阮研究甲研究哦，因就是我有钱哦，逐个咧收钱要甲我友好。问题是，我要哪有钱？我都无钱啊！哦，因两个人真是认为讲你有钱才改变态度，对你友好就对。天啊！我无你哪会知影？我迄两个孙阿杰啊，甲宝珠，两个冤家的时阵讲出来去，互我听到的啦。哎呦，但囡仔冤家讲的话，免哪会准算呢？我阿舅啊，你是毋是叫迄金秋甲金秋啊行到破胆行，安尼乌白想？你家己想看卖咧嘛？你无钱了，天下的人大家拢嘛知影，但因两个人哪有可能认为讲你有钱？啊，无阮阿杰啊，甲宝珠真是着安尼讲啊！你家想看卖？阮过岁后的保拢是剩的菜，甘愿去市里着嘛互我食的呢。
即嘛毋是安尼，三顿我传大鱼大肉要来诱惑我，讲阮村长啊，房间也让我困，知影我生日，搁摕金手指去甲换猪脚要来甲我过生日。即嘛若知影讲哦，我着有影无钱，我是咪惨啊啦！阿 Q 啊，你就是惊恁囝甲惊恁媳妇惊甲安尼啦。因是我唯一的倚靠，我迄两个孙，阿吉拉甲宝尊，阁真乖真好。可是讲伊若无要治我，我是要安怎较好呢？还讲有我啊，我来照顾你啊。福彪啊，多谢你，我知你对我真好。不过我有囝的人，我当嘛是对囝食，哪会使讲去倚靠你？啊，你莫用讲闲仔话啦。哦，那你哪着去烦恼别人会甲你讲啥物闲仔话？唔通啦。你吼，你就是安尼惊吓啦，不是要用你家己影来吓惊你家己啦。我问你咧，你有亲耳讲听到恁金秋还是金秋啊，甲你讲这话无？这是无啦。啊，不过阿吉拉甲宝珠啊，因就真是安尼讲啊，讲囡仔敢袂讲白菜是？阿母啊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！是银秋啊！免惊啦，有啥通好惊？你的亲生囝有啥通好惊啦？阿母啊，恁哪会走来遮啦？我甲村长啊，四过去找你呢。我就安尼头壳疼吼，想要出来买一寡草啊，转来转的啦。头壳疼，安尼我带你去互先生看一下啦吼。呀，唔免啦，唔好搁开钱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厝里吼草药便便的咧，我等下再甲你送几条仔互你，吼。唔免啦，唔免啦。阿母啊，感情真无要紧啦。无要紧。阿母，我看要落雨啊，咱紧来转啦吼。吼，好吧。好吧，行。哎，阿母啊，拄才袂转来，人咧？哦，伊讲伊头有淡薄仔痛啦，要休困一下。啊，无我旁你来开车吼。哦，好啦。阿母，食饭啊！入手啊！我也无伫咧房间的呢。哪有可能啦？啊，伊逐拄就明明讲要休困啊。是。安怎？哎呦！阿母啊！阿母，阿母啊！啊，你哪做来食无去房间倒啦？我困在遮就好啦。哎呦，阿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哪有安怎？我着安尼困在遮吼，我较惯势啦。阿母，啊是毋是房间吼你无介意？啊还是眠床伤重，啊今头困到吼无爽快哈？拢毋是，房间拢真舒适啦。阿母，来啦，我扶你来房间啦。哎啦，啦，我还是要困在遮就好啦。村长啊，啊你是倒位得罪阮阿母啦？哎那别讲怪怪。我看伊哦，去食命啦。啊你哪知来讲阿母啦？哎，啊我拢对有够好，伊是爱我安怎嘛？村长啊，你着莫看近，莫看远啦。迄无的确哦，就是阮阿母哦，挑工要来考验咱的。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吼，我来无想到。哎，啊，假使若是安尼哦，来，咱即摆要安怎啊？我即摆是要安怎？我也无路通去啊！我真是走投无路。阿母啊！阿母啊！你这是创啥啦？无啦，阿母，我较袂晓做人啦。啊，假使吼，我若有啥个所在做无好，你爱教我呢？嘿啦，阿母啊，你千万都唔通生气呢，吼。无啦，我无生气啦，赶紧起来。
真是无生气。真是无啦，我无生气啦，你起来，你哎呀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！啊，拄则吼，银秋佫甲我妈讲吼，是毋是我啥物所在做毋对，惹你生气咧？我无生气啦。安尼阿母，请你等去房间休困啊。嘿啦，啊，连暝吼，我叫银秋吼去好标堂吼，甲你摕迄头疼药啊。嘿啦，嘿啦，嘿啦。讲这讲你嘛有够糊涂的啊！啊，你著明明知影讲纸袂堪你包火，啊，你若有金秋啊、甲银秋啊，知影讲因老母无钱，啊，你要叫阿叫安怎？好表嫂，你放心啦，阮大概有办法啦。是啦，办法是真多啦。即马较麻烦的是要安怎互这两个兄弟啊吼，会当良心发现，诚心诚意来友好阿 Q 伊啊啦。所以讲吼，搁较困难嘛是爱试看卖。我吼嘛不是你想啦。阿姨啊吼，伊若知影讲迄两个后生吼，遐尼不讨厌老母，一定会足艰苦的。阿姨啊吼，若莫遐尼早死吼，阿 Q 啊今仔命运毋是安尼啦。高兴啊！那阿姨啊，早前甲欧曼尼公家做生意，听讲开头赚真侪钱了。我不然讲毋通都无代无志，所以去钓病，你死都无补头了。阿爸，啊你讲阿姨啊，甲王万年公家做生意赚真侪钱，啊是安怎阿姨啊死，应该是留一寡钱伫王万年啊，那阿 Q 也拢无分着。啊，人王万年讲无啊，啊无阿 Q 啊，哪就遐尼歹命？一个查人辛辛苦苦将迄囡仔捏到遮大汉，啊，才有家己亲生后生，你家忤逆，你家不留。哼，若讲我这两个不好囝哦，应该甲吊来烧啦，真正。我表仔，我表仔，哎，啊无你是来创啥啊？你叫啥代志啦？我表仔，阮老母讲伊头壳痛啦，我来拆一款药仔互伊食啦。啊，安尼啦，我来甲阿 Q 伊啊，扎一个面，看啥问题啊？你敢会晓看病？你是咧怀疑着啦？阮大爷是好表嫂，头叫知影啦。伊人十一个有药，明小十一就知影啦。你怀疑着啦？好啦，无你叫看卖。好。阮请好表姐到底啊来，阿母。到底啊来，阿母，啊你还困在涂骹啊？阿母啊，恁也袂踮伫眠床顶困的啦。来，起来，恁两个啊，临终时啊，落阿 Q 伊啊困在涂骹。哎，无，绝对毋是，无，绝对无。毋是，我亲目睭看啊，佫想要辩解，这代志怎样传出去啊？困了变变做人啊！哎，你莫我白讲呢，迄实在，哎呦，阿母啊，啊你若袂困在眠床，困在涂骹。你个出门吼，要互甲因手歹看嘛。弟弟啊，是我家己要困涂骹的啦，啊涂骹吼较凉，对，较凉啦。啊，阮后生甲新妇哦，拢真友好，对我足好，甲房间哦滚凉互我困呢。你唔好误会，唔好骂伊啦吼，唔好讲骂伊啦。咁真是嘞。真是嘞。这样，Q 伊，你坐落，我甲你看卖。你嘴开开，我看卖。哦，那母的身体安怎哈？一长期吼食唔好啦，还佫操劳过多啦，这人这气吼受着风寒啦。干那食草药啊！是袂当治本的，需要长期好啊补者，才会用长筋啊。哦，无要紧啊，看吼是要定鸡还是定鸭，只要用个甲阮老母的病吼医好好，就算讲假袂互别人，拢嘛爱互阮老母食。对了。阿姐，我有要紧无？这不是我紧啊，让我起来。
恁阿妈即摆人真虚，唔通互伊伤心，嘛唔通刺激，爱听阿妈话，知无？好啦，我真乖听阿妈话啦。乖，无我先来等。多谢呢，多谢哈。阿吉啦，爱记哦，阿叔的话爱记，知无？好啊，我知影。顺行啊，顺行哈，哎，顺行啦。恁母还是老反正，有眠床毋困，困涂骹，这位若团喙夹袂命啊！阮阿母就年岁济啊，拢会变较骨痹啦。阿吉啦，来，坐坐。来，阿妈，你头壳敢搁会疼？袂疼，即马加较好啊。阿吉啦，阿妈问你一件代志。顶摆宝珠啊讲，恁阿爸甲恁阿母拢是叫是吼，阿嬷吼有钱才对我好的。啊，毋过你知影，阿嬷身躯边就无半仙啊。啊？恁阿妈即摆人真虚，唔通互伊伤心，嘛唔通刺激，爱听阿妈话，知无？阿吉啦，安尼莫讲话啊！是宝珠乱讲话啦。啊，毋过迄天你嘛有讲，恁阿伯甲恁阿母嘛是为着阿嬷的钱才对我好的啊。阿妈，是的啦，我甲宝珠伫咧冤家，我袂讲的啦。还是你有听到迄大人伫遐讲啥物代志无？无啊，无啦，真是无。真是的。宝珠啊，哦，你画这张够水呢，而且为贵啥？啊，你看咱有需要去找阿母。我看免啦，阿母吼，无一定伫咧附近踅踅啊，即摆已经等去研究因兜啊啦。阿嬷袂当去来做因家啦。不错，你即摆讲啥？我是有的啦，阿嬷可能照顾阿嬷是安怎会走去？因为我甲阿姨遐冤家啊，伊就讲你是为着钱，所以对阿嬷遐尼好，可能阿嬷有听到。哎呦，桂花啊，等你安尼拍宝珠要创啥啦？话嘛别讲啊！你别管啦，宝珠啊，给我过来，过来！我要问你话，你给我过来！你敢来甲我讲啥？讲啊！你较细声，大声甲吓惊着。叫咪！我咧问你话，你讲啊！你跟我爸讲，我想看在去，后来阿小突然问我，安尼你就甲讲哟，啊！你是怎讲讲咧你？啊！我真个想要安怎？我代志已经害了了。哦呀，我用我这心情啦，你让阿母怀疑，啊，再搁叫报纸讲破，真正是气死我！我即马想的毋是办法，即马上定吼，要想办法解决啦。是要想啥物办法？哈？报纸你也会？你家己去甲阿妈讲啊！我会啦。报啊！即摆就赶去！我来去甲阿母买当归甲枸杞。好。啊，你在家创啥？啊，宝珠啊，来看伊阿嬷啊。阿母的人无爽快啊，伫困啊。阿母的人无爽快，啊有要紧无啦？哈，有严重无？啊你有请医生来甲看无啦？阮会晓甲照顾啦，你免领阿家好心啦，做互世人看。你会晓甲照顾，哼，莫骗人啊啦！你会当互阿母食饱，就袂歹啊。你莫看人伤无。你莫靠势讲话伫咧糟蹋人，圆人会比，扁人会圆。莫叫是恁兜有钱哦，就应该买收阿母的心啦。啊有就有，无就无啊。
看人食米粉，你发烧哟？宝珠啊，行，来看阿妈。等下，我讲阿嫂啊，你即摆当做阮拢无伫即间厝的，食是阮兜呢，阿母是阮伫咧顾呢，毋是恁兜的灶骹，你想要来就来，想要去就去，你还是转去。啊，阿母破病，我这做大媳妇的，敢免来看伊啊？真的啊？啊，你是做啥物亏心事啊？哈尔啊袂记人啊？我哪有？既然无上好啊，啊，不你是咧惊啥？啥我惊？安尼你着往入去看伊啊！万一阿母若是知影讲宝珠仔来看伊，你家己赶走，爱心来安怎想啊？啊无，宝珠一个人入去看阿母就用的。啊那你哦，免。宝珠啊，啊你敢毋是讲你想阿嬷，要看阿嬷的？你去啊，吼，乖，来，你去啊，去啊，去啦，跳去入面，去啊！宝珠啊，来，你起啊，冇紧来，起来，来，哎呀，嘿，啊你哪无看啊？啊？我好不怕。真实的哦，阿母谁人甲你拍？我老公的啊，阿母叫我甲你回去嘞。啊你是讲啥？我甲阿哥玩过啊，我讲着钱的代志。你是讲你甲阿杰冤家，讲阿叔甲阿婶，因拢是为着阿嬷的钱才对我好的。你啊，哪会知影钱的代志？你讲啊，你直直听啊，你哪知影钱的代志？我袂使讲啦，我好不怕。你讲起来，我真想要钱的代志咯。啊？我无讲啦，我啥物都无讲啦。你连宝珠都知影这钱的代志，那安尼讲起来，金秋甲金秋，我真是计是我身躯变有钱，才对我遮好。我惨啊！我真正惨啊！我要摕去生钱来互因啊！我惨啊啦！我要安怎好咧？宝珠啊，你家讲有甲阿嬷讲无？有啊。阿嬷有好无？好啊，因毋过阿妈就奇怪咧，伊咧佚佗较无想要破病。原来你是安尼对头母的啊！哈，面头前对遐尼友好，啊，尻川哦，啊，当作走干啊！你莫听囡仔后白讲啦。我无后白讲啦，我真正有看到啦。准着啊！若要人唔知哦，家己唔通安尼做啦。这无可能啦！我甲春条啊，大母啊，款待啊好好啦，啥物代志拢嘛无去做。免那么解释啦！啊，囡仔人敢会讲白菜哦？好啊，你既然安尼对头母，我就甲带转去啊！免让阿母留喺遮，互你做老走干啊！你即摆是咧创啥哈？我袂晓目睭天天哦，看你安尼头母啦。真正做假包无爱的人是你，莫叫是阮毋知影你平常是安怎虐待阿母。你莫食吼，加做一个好媳妇啦。你心内你咧想啥哦？阮看出出啦，走。你，啊，都唔走？你袂安尼对头母啦！你安走？哼，你家己的，行。六个挂在你假有心。哎呀！哎呀，阿母，啊你安尼是咧创啥的啦？好啦，我就想讲，因为无啥物代志吼，甲房间拼拼，涂甲切切的。啊，房间我会晓拼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厝内底的代志哦，你毋免搁再做啊。阿母啊，你安尼做会去互人误会，讲我甲春条啊，带你苦毒啦。我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来休困。哎呀，
坐休困啊。阿母，啊你安尼吼，面手伊会甲我骂呢。伊想讲哦，是毋是我无甲厝内底的代志吼创互清气？啊你看袂济，你才做。无咯，毋是安尼啦，迄是我家己吼，无因用无代志，想讲罔拼啦。阿母啊，你就等眠床顶摕咧就好啊啦。啊，大拄啊说啊，听保纸伫讲你伫拼房间哦，哦，阮两个去会讲啊偌歹听，你敢知啦？真是的哦，我无想遐济啊，我就想要趁我阁会顶当，啊，就像过去共款吼，甲厝内面代代志安尼加减。啊，甲你讲叫你莫做，你就莫做嘛。阿母啊，你就等眠床顶摕咧就好啊啦。受恁老母啊！伊咧啥意思嘛？要伊过好日子，偏偏啊无爱。啊，即摆阁有保主啦，看到伊咧摒扫房间，迄个王阿贵伙一定阁有话通讲。哎呦，春潮啊，你着少啉来者啦。你还想看嘛？迄5000块咧，吼。我就是看到迄5000块，毋知会绑给恁老母。嘿啦。你家己讲啊！我偌久无买新衫，即摆我阁去买补品，炖鸡汤来互伊食。哎呦，春潮啊！啊，头掠鸡嘛，先掠一百米嘛，对无？啊，你着喙齿间小加一下，啊，等钱哦得着手，啊，你要买啥就买啥，安尼日子哦是我尔啊快活俩啊。是哦，毋知影等到啥时阵。紧来啦，紧来啦哈！当然来紧啊！啊，若无到月底哦，恁老母若去住金秋遐，人毋知影佫会想啥撇步来袂受恁老母的心。我看哦，我是紧来去买补品。啊，对，你紧去买啦，紧去买啦啊！哎，豆豆行咧啊！你嘛啊拜托，放伫我面头前，安尼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啦。我免想办法啦，看有啥办法哦？恁从阿母才转来厝的都。啊对啊，你讲阿母最近破病哦，这是一个嫁不转来，真好的机会哦。哎，这个有需要你想哦。问题是春潮啊，甲金秋啊吼，袂答应。机会哦，你用你比我较巧，你想看嘛爱啦，看有啥好办法呢？我即摆毋是咧想的哦。你啦，敢若出去喙啦，真正要叫你动脑筋吼，是无半片。几岁啊？人讲哦，娶着好某，等下做错，我有长久这款翘翘某，我拄仔想啥？阿吉啊，你顾点啊，我野菜倒好来去互人客哈。哦。啊伊有诶哦，卡起库起口，三四阿吉啦，啊你阿爸阿母咧？拢出去啊。安尼拄好，紧来，你去甲我阿母讲出来啦。阿母袂用啦。啊，啥都袂用诶？阿吉啦，恁阿嬷是我的大家，啊伊即摆破病，恁阿爸阿母无好好甲照顾，带伊去看医生，安尼就足不应该诶。佮逼伊做厝内底的工课，明明是要甲逼死嘛。我若无带伊转去好啊静养吼，啊伊死是要安怎？不过我爸讲阿母转来会骂我呢。吼，啊你惊人吗？你就毋惊阿嬷死哦，哈？你放我落来，你是要跟我去对啦？会会啦，快我放落来。安尼一大挂无看，安尼变成小三倒吧啦哈？敢有？哪会无？阿母，
严重的吼，紧来从阿母来医生馆啦！等下，哎呦，莫带我去医生馆啦！我无这严重啦。哈，我倒来。阿姑你面色都歹看呢，身体较重要啦哈。哎呦，桂花啊，我是安尼吼，三五时吼头壳疼，我是骨镜头，我常常都睡好啊。无要紧，免去医生馆啦。来，等我倒来。阿母，你年岁较侪啊吼，我若无好好甲照顾，谁会关心你的死活啦？阿母，你放心啦，不管我开偌济钱哦，我拢会甲你身体医好啦。桂花啊，我无这严重啦，真是无这严重。等我倒来，免去。阿母，较细年总是好啊，紧来，从阿母来医生馆。来，大人下吧，下吧，我身体真好，我要去病院啦。安尼哦，安尼我带你来等啦。哎，医生，我阿母爱去病院，安尼咱来等啦。几位啊，特别带等来照顾，村长啊，甲因厝啊，拢歹管你啊。是啊，哎，啊，恁大家是咧看啥哈？村长啊，恁大嫂吼，带恁老母转转尔啦。哈？等你啊，紧来，对啊，你敢讲诶？你即摆是咧创啥哈？阿母破病，我带倒来静养啊。咱来等来行。哎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哎，是你我来告阿母的，告伊做出来底的工课，你一寸嘛要死的哦！你即摆告面来记我？你莫在遐话甲安尼大细声啦！啥讲我无照顾阿母？那你看，我拄来去买补品啦，迄什么枸杞啊、高丽参啊，要甲阿母小补一个啊。好啦，啊，而且唔好冤家，歹看啦吼，歹看啦。伊是母乱我的啊！你甲阿母嫌我啦？笑死人！阿母甲你一个人的哈？哎，啊你是咧看啥？甲阿母赶入去啊！快点去！哎，等你啦，把这小子给我赶走啦！阿母，阿母，我来开会，你搞阿母害我啦！阿母。这里哦。阿母，你免惊啦，你若无爱带病院吼，咱等下厝的静养，我甲请医生哦，逐工来甲你看。免，我无病啦，唔免啦，唔免收起来。免哦，啊无，病啦。医生，啊无免啦，你麻烦你先转去啊。安尼吼。嘿，多谢你吼。别。多谢嘿，吼。歹势，顺行啊，吼，多谢。顺行哈，顺行啊。来，好啊。阿母，你的心仔通来啊啦，啊啉了哦，才好好困一醒来。来，我来，对好，细林。来，我袂枵啦，免啦。袂晓？哎呦，阿母，你敢要食一寡啦？人的身体哦，毋是铁拍的呢，安尼袂堪的啦。是啦，阿母啊，这个什么会行去呢？对你的身体哦，真有好处。是啦，阿母，食。阿母，那是安怎？你哪里哭啊？哈？阿母，你是倒位无爽快哦？我是真欢喜，我是真欢喜啊！阿母，阿囝甲新妇甲你友好，本来就是应该的啊。是啊。阿母，你莫想我济啦。伫今开始吼，我甲金秋啊，会互你过好日子。啊你吼，把身体顾好就好啊，吼。别哭啊啦！金秋啊，咱通吵阿母，阿母休困。哦，阿母啊，无吼，我几个伫外口，有啥代志甲阮话一下，吼，会去啊，这加点仔啉啊。啊啉啊，吼。
我艰苦啊啦。我这啥会无命啊！你小心要对我真好，要照顾我是要安怎才好？陈部长甲阿嬷赶走呢。阮知影啦，啊你阿爸咧？啊，袂转来啊。一直给我请去哦，开讲。母，阿嬷讲阿嬷伫要车刚真实嘞。你听伊了后袂讲啊？迄个贵妃哦，小到结婚的，竟然通无伫咧厝，甲阿母带走，用这种小人的步数，厝已经遮尔有钱，佫遮尔消摊。我点的吼，拢是阿母食顶当的菜。包主，包主啊，包主啊！包主，去叫阿妈出来食饭。阿嬷伫灶骹咧煮饭呢。阿妈伫咧灶骹煮饭。是啊，我拄好有看到啊。阿母，是会使食饭啊吼。哎呦，阿母，你还搁走来灶骹煮饭啦？无代志哦，你咧面前小体者嘛。我著拢做惯势啊，我再讲，包纸嘛会食惯是我做的物件啦。哎呦，阿母，家在吼，才无外人啦。若无吼，互外人看到，我毋着我这做成袂苦到大家。就是讲嘛，阿母，我嘛是甲你讲过，我厝的代志吼，几岁会做啦？即嘛吼是享受的时阵啊，你毋通搁安尼无私用啊。但讲即马我讲会叮当的吼，加减做淡薄啊啦，安尼我嘛较安心嘛。阿母，啊毋过我袂安心啊，你甲阮做伙来饭店食饭好无？好无？我饭都还袂煮好，要食饭。无啦，我特别甲你补啊，我迄个车食饭哦，煮几项你爱食的菜来甲你补啦。而且哦，遐物件拢足好食，佫足软的哦，你出去无会叮当啊。是啊。你看即马贵妃哦，对你偌有效咧。这应该的啊，阿母我一个尔，阿母辛辛苦苦甲金秋啊饲啊大汉，金秋会当有今仔日吼，我应该替金秋好好甲你友好啊。我咧伤开钱啦，我迄庆饭菜尾哦，我拢食惯。阿母，讲到这吼，我真正有够见笑啦。我以早毋捌代志安尼，无甲你友好，阿母，你原谅我吼。对即摆开始吼，我哦会互你食好的，好好甲你保养。阿母，你甲阮做伙去食饭啦，好无？好无？好无？我唔敢啦，毋是，我讲毋免啦，我等灶骹食就好啊。阿母，你意思是说，你毋肯原谅我？阿母啊，咱来有够食好无？是啊。哦，今仔腹肚吼，才无啥拄好呢。我看花是莫食较好吼。嘿，是毋是足痛？那呢，我来去请医生哈。好。唔通哦，唔通啦，我安尼，我食草药丸仔就好啦吼。嘿，你紧去，无咯，阿母，你敢食是袂要紧呀？无要紧啦，药仔食就好啊。安尼紧去食，吼，紧去。阿母，安尼好啊，较暗吼，我来煮点心互你食。好，好无？好啦。安怎啦？啊，毋甲以前同款啦，甲朋友泡茶开讲啦。你给我请我飞去啊啦！有迄个心情，竟然泡茶开讲。迄5000块飞去啊！阿母真正值钱摕金秋啊，甲贵妃啊！贵妃趁咱两个人无伫的时候，甲阿母带走啊！啊，毋等于讲哦，甲财神爷抢走啊！唉，你是春晚是要到惊死哦啦哈！我计是迄钱哦，真正落伫贵妃啊手头咧。我看伊5000块嘛，差不多起一半啦。气死人啊！贵妃啊，这个查某人哦，真正食得够。
我都唔相信我无办法把阿母抢倒。你会有啥办法？你唔通袂记的，人贵妃因兜是有钱有势，你是要安怎甲人抢？阿母，阿母，阿妈当时才转来。我会知。对啊，你这个方法敢会妥当？无问题啦，我有把握，一定会甲阿母拖转来，你放心啦。啊，要创啥？阮阿母有伫个无？我有要紧的代志要甲讲。什么代志啊？你管安尼济，我要当面甲讲嘛。啥啊？哎，你有啥物话紧讲？我真无用啦。我会当面甲阿母讲啦。春潮啊，你要来创啥？大家拢知的啦。我坦白甲你讲，我袂让阿母对你转去的。你明显替阿母做决定啊？说啊，我今仔日甲春潮也无看到阿母，我绝对歹走啦。是你要去请伊出来，还是我入来去找伊啊？啊，是你要甲你走，还是我要甲你豁出去？是哦，我甲你提醒哦，假使你若无法当面甲阿母讲哦，到底发生啥代志，伊是袂原谅你啦。到底是啥物代志？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哎，春潮啊，我就听阿母啊你声。阿母，阿母啊，阿母，阿母啊，哎呀，阿家出代志啊！阿健，我的心肝酸啊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阿母，你嘛知啊？阿家甲你是上大心的啊！啊，伊看到贵妃哦，甲你带走，伊咧哭啊，敢若是爱差讲要找你啊！结果是安怎？啊，结果安怎？结果走去行路，才叫车弄着啦。即摆若无残废哦，我看嘛敢若剩半条命，啊无你看伊会死呢。哪会发生这款代志啦？阿母，你会进来去看下啦？我伫口后这点水哦，一面路都拢记袂着啊！进来！阿母，春潮咧骗你，你唔好转去啦！袂啦，哪有一个做老母的安尼家己囝死咧？阿叔哦，你嘛莫这么小气，你敢会无缘无故吼，讲恁保主叫车弄着？对啊，好啦，别搁讲，进来！阿母啊，行，阿母啊，阿母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！我就唔相信哦，阿健叫车弄着。这个春潮，为着要甲我抢阿母，啥物代志拢讲会错？我看吼，袂吧。